从空姐转职新闻主播的蔡一帆，嫁作人妻生下女儿后便淡出荧光幕，直到女儿步步上小学后才又再度复出。近日蔡一帆自曝2018年过得很不顺，不止主持的节目无预警收摊，又为了自创品牌操坏身体，免疫系统大崩溃。蔡一帆近日上《命运好好玩》节目时透露，去年上半年自己还有主持一个节目，不料去年6月节目因电视台想转型戏剧台而无预警收摊，之后自己开始出来跑通告，又独自创亲子装品牌，多重压力下让身体免疫系统大崩盘。去年底蔡一帆开始全身长红疹，原以为是湿疹或过敏，便开始擦类固醇和吃抗组织胺，吃了1个月都未见好，他才惊觉事情大条了，于是到大医院抽血，跑了第1间医院吃药2个月还是没好，再看第2间医院时，院方建议蔡一帆直接做切片治疗，这才发现自己罹患罕病基因型前癣。蔡一帆表示，基因型前癣有点像红斑性狼疮，它会存在体内。当你很累的时候，它就会整个大发作，严重的话还会爬满整张脸。然而，若要自费治疗，生物制剂药品1年至少得花60万，而且必须不停地吃。他坦言，至今仍在治疗中。